你知唔知獵人點樣將隻細象同佢父母分開？佢哋毫不猶豫，只會問一個問題，佢哋會殺咗阿媽，或者嚇走成個象群，剩低細路仔又驚又孤零零。呢啲真係好殘忍。至於人類，手法就更加花巧，有啲係侮辱性儀式，有啲係抹黑運動，仲有無時無刻毫不留情嘅監控，假借精神健康法例非法拘留，仲有家庭法庭，邊個有錢就邊個贏，一切都係為咗拆散家庭。就係咁樣，無辜嘅人就被摧毀，就係咁樣，恐懼嘅體制先可以生存落去。但你聽住，十字架唔可以同時做絞刑架同救贖嘅象徵。正如耶穌講過，拒劍嘅人終會死於劍下，所以我講緊死亡，對佢嘅行為要死，對佢嘅制度要死，對所有拒絕改正自己、唔堅持行善嘅人都要死。同時我都講緊生命，生命係屬於無辜嘅人，屬於細路，屬於萬物，屬於所有行嘅真理入邊嘅人，因為愛先至係唯一可以帶你去到終點嘅路。